小朋友，想問下你記唔記得四係乜嘢嚟㗎？原來咧四咧係爸爸個大肚墩啊！你睇下，呢度有個大肚墩啊！咁你知唔知道爸爸裏邊嘅大肚墩可以裝啲乜嘢嘅咧？諗下先。哦，原來可以裝風神雪人㗎！你睇下。呢個有個風神雪人喺度啊，見唔見到啊？啊，咁點樣裝落個爸爸肚墩度咧？睇下先。切開佢先，將風神嘅雪人切開一個圈圈，擺出落爸爸一個肚墩度，又另外一個擺落爸爸個肚墩度。啊，原來係咁啊！係啊，爸爸裏邊可以裝一個雪人頭，可以裝一個雪人身體啊！好啦，咁所以4+4係幾多啊？我哋將風神雪人結合翻去先，好唔好？好啦，4+4原來就係將風神雪人結合翻去啦，咁變咗做我知8咯，係咪啊？兩個結合翻去就轉翻做8啦。咁記住咯，4+4係8，我哋睇多次。哦，雪人。拆翻開佢先，拆翻住兩個，爸爸肚墩一個圈，另外一個爸爸又一個圈，咁所以兩個圈夾埋就會係8啦，係咪啊？將佢擺喺呢度睇下，黐翻埋就係8啦，拆翻佢先，咁所以記住4+4係8。4+4係8，將個風人雪人黐翻埋一齊啦。4+4係8。